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钓到威力彩的头彩，独得彩金5亿7千万。这本底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，但是新北市一个乡亲出面来指控，讲伊伫11年前钓头彩，摕这个钱要甲神明起庙，煞互熟悉真侪年的供庙的供主，甲骗3亿7千万。讲起领彩金的时阵，是用这个供主的名去领的。伊讲这是神明的旨意，都参供庙起好，土地嘛是登记这个供主的名，起庙村的钱嘛去互吞去。这个乡亲袂堪要去，讲要甲告。咱的记者敲电话互这个供主，要问这个代志的头尾，但是伊电话拢袂接。钓5亿7千万的威力彩，欢喜都未付啊！也毋过新北市一个董先生真无奈，阁生气，因为本来想要将这个钱甲神明起庙做公益，想要到庙产甲村的钱，互公主借去，连威力彩领奖嘛是用对方名领去的。就说我现在中奖了，他就跟我讲说好，那我就1个月以后再找我去领奖。他说一定要用他的名，我说用你的名字。他说：“对，那个神明指示的。”董先生想到讲有这一年的交情，所以讲相信姓ခွ的公主两人阁签协议书。面顶有写讲，董先生汇出4亿5千万，其中3亿7千万摕去起庙，未来阁要成立财团法人。只是想袂到讲庙一个起好，一切煞拢变调啊！因为神的指示，未来买地要登记那个公主的名字。只要把这个庙变成财团法人，那我让神明有交代。这个庙地就是他家的，不是私人的。他既然不盖，还有说他要盖的话，我们还要给他钱。他说，如果这个庙你不帮忙全部弄到好的话，你的命可能会有问题。伫新北市8里这间公庙占地9700多坪，真难想要讲，本来伫5股只是一间庙啊尔。当时是一个调查发现讲，公庙经营的期间根本拢无咧绩效，怀疑讲姓ခွ的公主私底下侵占真侪钱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虽然姓ခွ的公主甲平面媒体讲无将这个捐款摕去乌皮用，不过记者实际敲电要问伊的时，对方拢无回应。目前这个董先生拍算要加告背信甲侵占，毕竟伊一款的好意，互人糟蹋去，即马要将这冤枉钱拢总加退回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